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平要开始安。一起来共读，我们请洪满姐、洪满执事带领我们大家来做开始的祷告。好，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从早晨到夜晚思想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的准则。透过圣经的共读，使我们从过去的历史中认识主的作为，从过去属灵伟人的榜样中来学习，让我们在这个世代能够继续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愿神开启我们的智慧，明白你的话语，一生紧紧来跟随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门。好，我们从昨天读的信息当中，我们有看见，大卫迎接约柜，就是迎接上帝的胜利，所以上帝透过约柜与大卫的国王位同在，而大卫兼顾上帝的居所，也就兼顾他自己的家世以及他的后代，从大卫所罗门一直到耶稣基督。而大卫他是牧羊人，上帝要他牧养上帝的子民，也就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所以大卫他在文武百官当中，他挑选这些人为上帝所用。我们也看见大卫如何向上帝守约施慈爱，同时大卫也秉公行义，就是以上帝的话来治理他的国家百姓子民，而上帝就为他们带来真正的和平，让他们的国家十分的强盛，无论是东西南北都没有敌人敢来侵犯。所以我们昨天看见西边的非利士，东边的摩押，北边的索巴王，还有亚兰人，到南边的以东，大卫他都让国家得到平定。而同时我们也透过这个地图，就是在大卫、所罗门、扫罗到大卫这段期间，是南北国是联合的王国。所以这几个色块，北边的亚兰，东边的亚门、摩押，还有南边的以东，西边的非利士，包围着以色列。所以整个以色列国家并不是十分安定的地方，到今天的以色列也是这样。那么今天会特别看到，就是昨天没有介绍这段亚门为什么亚兰和亚门会扯在一起？那今天会做介绍，而且也会在讲非利士，这个是一个如何不容易攻打的民族和国家。其实今天的范围，从右边这个地图可以看到它更远就是一直从亚兰要往幼发拉底河的方向去。对不起，没有看到荧幕，谢谢。OK， 好，所以透过这张地图就是我们看见北边的亚兰，然后南边的以东，就西边的非利士，还有东边是摩押。但是摩押跟亚兰当中有亚门亚门、摩押都是罗德的后裔，但是亚门人打不过以色列。今天我们经文会读到，所以亚门人又找了亚兰人一起来攻打这个以色列。好，那今天的经文是19章、20章2章。好，那20章很短，只有8节。那今天有的人认为这19、20章呢是又一次大卫跟亚兰攻打的过程，还有跟非利士攻打的过程。但是如果我们去看里面的文字呢，会比较像是把昨天读过的19章到20章的前面3节，又把它讲的更仔细的内容，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关于今天这段经文里面的介绍。那这段经文里面呢，19章1到5节，就是发生一件事情，是亚门王他的父亲死掉了，就是亚门王的父亲这个哈嫩的父亲拿辖死掉了，所以大卫派人去致敬，结果这个致敬呢却被亚门人认为大卫不怀好意所以他们就来攻打以色列。结果大卫不仅打败他们呢，这个亚门人亚门人看见大卫对他们好像不怀好意，所以亚门人呢还去找了亚兰人来向以色列来出兵那大卫就透过约押6到15节，透过约押还有约押的弟弟亚比筛，他们就打败了亚门这个的联军然后也让亚兰人不敢再来侵犯，也不敢再去帮助亚门人来侵犯以色列。而
第20章的1到3节呢，讲到就是约押他也率军来摧毁这个亚门的地方，特别就是亚门人的首都拉巴。那这个亚门这个国家就是今天的约旦，这个拉巴呢就是今天的安曼，到今天都还在。所以这里也讲到这个亚门人的国王，他头上的王冠有纯金，非常的重。而20章的4到8节呢，就是在补充关于非利士人这些的巨人族征战的过程。所以今天的经文我们就是可以看到很多的故事，并没有不特别难懂的地方。好，那么就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先请洪曼姐带我们来读第19章的第1节一直到第5节。过了一些时候，亚门的拿辖王死了，他的儿子哈嫩继位。大卫说：“我要对哈嫩表示友好，像他父亲拿辖对我友好一样。”因此，大卫派遣使臣前往吊丧。他们到亚门调位哈嫩王的时候，亚门人的领袖对哈嫩说：“你以为大卫派这些人来是为尊敬先王，向你表示哀悼吗？当然不是，他派他们来是要侦查我们的虚实，好征服这国家。”哈嫩就逮捕了大卫派来的使臣，把他们的胡子剃掉，把他们的衣服从背部割断，然后驱逐他们出境。这些人受辱，觉得很羞耻，不敢回去。大卫听到这事，就叫人通知他们留在耶利哥，等胡子长长了再回来。好，谢谢。好，那因为一开始这里写了过了一些时候，所以这一句呢，会让我们觉得19章跟前面18章在讲的事情是分开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读到后面呢，会看到其实都是指同样的对象，同样面对亚兰这个国家，只是呢这当中是亚门人去引发出来的亚兰的这个事件。那亚门的国王拿辖死了，拿辖是亚门人的国王，那他的儿子哈嫩继位。那大卫的好意呢，是因为他记得他的父亲拿辖对大卫友好。那这段事情呢，在圣经当中没有记载，虽然不晓得是哪一段时间，但有可能是大卫在年轻的时候逃避扫罗王追杀的时候所经过的路线，所以这个拿辖王曾经对大卫友善，所以大卫要去致意致哀。结果呢，哈嫩他的使臣呢，却认为说这个大卫是不怀好意大卫是派来侦察亚门的虚实，要来征服亚门这个国家。所以哈嫩怎么做呢？他就听了这些大臣的建议，把这些大卫派来的要来致哀的使臣呢，剃掉他们的胡子，胡子就是代表一个他们男性的尊严，还把他们衣服从臀部割断就是露他们的下体，然后让他们这样子光溜着身体，然后将他们驱逐出境赶回去。所以这些人很羞耻，而且讯息也传回去到耶路撒冷的大卫。那大卫也很有智慧，要保留他们的尊严，就叫他们留在耶利哥衣服可以穿起来，但是胡子不长出来，要等他们胡子长长了再回来所以在那个时代呢，他们都有用胡子来代表他们的地位和身份。那但是呢，我们也看见这个亚门人的年轻的国王，这个哈嫩呢，真的就是太嫩了，所以他听了这个朋友或是像罗波安王一样，听了这个旁边人的建议呢，让人家的好意，结果造成自己国家带来的灾难。我们继续再来读第6节到第15节亚门人知道他们已经跟大卫结怨，就用34000公斤银子向上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人的马加、索巴雇用战车和骑兵，他们雇来32000战车和马加王的军队。这些部队驻扎在米底巴附近，所有的亚门人
也从他们的城里出来，准备作战。大卫得到情报，就命令约押率领全军出击。亚扪人进军以他们的京城拉巴的隘口为据点，而蒙国的诸王就在郊外布阵。约押看出敌军会从前后两面夹攻，就挑选以色列最精锐的部队，面对叙利亚军，把其余的部队交给他的弟弟亚比筛率领。亚比筛指挥这批部队面对亚扪人。约押对亚比筛说：“如果你看见叙利亚人强过我，就过来救援；如果亚扪人强过你，我就过去援救你。要勇敢刚强，为我们的同胞和上帝的城镇奋力战斗。愿上主成全他的旨意。”约押率领部队进攻，叙利亚人败逃。亚扪人看见叙利亚人逃跑，他们也逃避亚比筛，退回城里去。于是约押回到耶路撒冷。好，谢谢。好，那这一段呢，这一段记载其实也是同样记载在这里有写撒母耳记下的第10章1到19节。好，所以我们大概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的第10章1到19节这一整章呢，就在记载同样的事情，只是呢中间的差别就差在前面这里。好，这里讲到撒母耳是讲到说这里有步兵2万，叙利亚就是亚兰，然后陀伯有12000，还有马加王那边1000，好，那加起来是33000啊，33000的人的兵力。可是，在我们的这个读的历代志上的19章，这里讲到的是32000的战车和马加王的军队，所以这个是数字单位不一样。那其他的经文几乎是大同小异。好，那但是呢，这个亚扪人呢，他们羞辱了大卫的使节，现在又看到跟大卫结怨，好，他们就是先下手为强，好，然后呢，他们用重金哦，多重的金呢，34000公斤的银子，就是1000他连得，1他连得就是34公斤，所以1000乘以34就是34000公斤的银子，用当做这个酬庸，然后聘请了亚兰，亚扪跟亚兰是不同的民族种族，那他就是用花钱请他们来攻打这个以色列人。那亚兰呢，找了这个上美索不达米亚，还有这个亚兰人的马加索巴。索巴，如果我们还有印象，昨天的第18章，就在讲到这个索巴王哈大底谢。好，那这昨天18章索巴王哈大底谢呢，他也是想要切到这个北边的幼发拉底河去，就是上美索不达米亚。所以呢，他跟这个哈马王就交恶。好，所以当大卫打败索巴之后，哈马王就派他的儿子送礼物，这是昨天18章讲的。好，那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前后连贯，昨天的索巴王，他已经被大卫的军队俘虏啊，而且他的所有的战马，这些的马的脚筋都已经被砍断，只剩下100辆战车，所以这里不可能再有32000战车，32000辆的战车。那所以呢，这个19章应该是在讲18章这个故事的细节 detail， 否则索巴王这么短的期间不可能2次还敢再来打大卫，而且他们的战马都没有了，现在又能够有大军出来。不过我们也没有最后的事实，但是如果要让经文读得顺的话，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待。好，那大卫他就派他的将军元帅就是约押，率领全军，就是全以色列人去迎敌啊。那亚扪人，他们从北边、东边和北边，然后亚兰是在更北边，来进军。那约押呢？第10节说，约押他看出敌军是前后包夹，因为亚兰比较北边，然后亚扪比较南边，所以一个往北，一个从南边前后包夹。所以约押呢，他很有智慧的挑选以色列最精锐的部队去面对亚兰，亚兰就是叙利亚，所以在我们现代中译本，通通把它翻成叙利亚军，就是圣经当中的亚兰。
而他另外的部队交给他的弟弟亚比筛，还有一个哥哥更小的弟弟亚撒黑已经死了，好，所以呢，他就剩下这个弟弟，所以他跟他弟弟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说如果你看见亚兰人强过我，就过来救援我们。但如果亚门人强过你，所以南边的是亚门，强过你，我就过去帮助你。所以兄弟之间彼此帮助。然后13节要勇敢刚强，为我们的同胞和上帝的城镇奋力战斗。这个奋力战斗，它的原文就是奋斗，奋斗。好，然后连续讲2次，愿上主成全他的旨意啊。那上帝就是看见约押跟大卫一样的信心，并没有临阵脱逃，而且要他的弟弟勇敢，就是奋力一搏。所以约押的军队就如同大卫军队一样。好，这个我们昨天看到大卫的军队呢，无论去哪里，耶和华都使他得胜；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今天大卫的元帅约押出去面对亚门，面对亚兰，也是使他得胜。所以约押呢，进攻北边的亚兰叙利亚败逃，亚门人看见亚兰人怎么逃跑了，他们也看到亚比筛，也害怕，就退回去。所以约押就从北边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叙利亚人看见自己被打败，他们又再去把亚兰人又再去找谁呢？找了索巴。所以这就是昨天18章那个索巴王哈大底谢。好，所以哈大底谢呢跟亚兰人联合来攻打大卫，就最后被打败。好的，这个事件呢，所以哈大底谢他的统帅术法，然后率领，然后大卫才调动军队过约旦河面对亚兰。好，那一开始的时候呢，以色列就击退了叙利亚的亚兰军。好，大卫和他的部属呢就歼灭了7000名，还有的战车兵，还有4万的步兵。那昨天讲的是大卫杀了亚兰22000哦，好22000，好，同时又杀了这个统帅，好叙利亚的统帅。好，所以哈大底谢索巴王看见自己被打败，就和大卫投降啊。然后呢，亚兰人也不愿意再来支持亚门人了。好，所以这个故事呢，应该会和昨天的连贯起来读呢会比较顺，否则昨天明明索巴就被打得很惨，今天19章又再来打一次，这样是比较解释起来是比较不通的。好，那我们所以这段呢，在撒母耳记下第10章可以看到。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历代志上的20章，好，很短，只有8节。好，那我们请洪曼姐带我们读20章的1到3节。第2年春天，诸王通常用兵的时候，约押率领军队进占亚门人的土地。可是大卫王留在耶路撒冷，约押攻陷拉巴城。亚门人的神像米勒宫有一顶金冠冕，重约35公斤，镶有宝石。大卫把宝石取下，镶在自己的王冠上。他也从城里掠夺了许多战利品，命令那城的居民用锯子、铁耙、斧头做工。大卫也同样对待其他亚门城镇的居民。然后他和大军班师回耶路撒冷。好，那这段经文这里有写是在撒母耳记下的12章26到31节。好，那但是我们刚才读的是撒母耳记下的第10章所以中间跳过去了什么呢？跳过去了撒母耳记下的第11章。撒母耳记下的11章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大卫人生一个很大的失败就是他的国家开始平定之后呢，大卫居然去贪恋别人的妻子，就是10诫的第10诫，然后甚至还不可杀人，他也借刀杀人，杀死了这个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而这乌利亚呢，就是那30勇士当中对大卫非常忠心的，大卫居然狠心杀掉他。所以这个事情呢，让这个拿单，上帝透过先知拿单去警告大卫。好，那所以撒母耳记下的11章，这个事情在历代志跳过去了。还有撒母耳记下的12章，好，那就是拿单对大卫的警告，讲了一个故事。那这个事情还有大卫跟拔示巴生的第一个孩子呢，也生了重病死掉。所以这件事情呢，
好，都是在历代志不讲的。然后历代志好，所罗门怎么出生的，好，然后就回来到今天的历代志上的20章，大卫在这个事件之后，好，然后来又跟谁呢？跟这个亚门人的拉巴王啊，好，在征战了，好，所以这个是撒母耳记下的12章，好，这里记载的事情。好，那我们回到刚才的经文，好，那其实，在撒母耳记下这里讲的比较清楚啊，就是约押呢在攻打亚门的京城拉巴，好，就是今天的安曼。快攻下的时候呢，好说约押这个，因为这个里讲的比较仔细，所以我们看这边，约押说他已经夺了水源，请陛下召集其余的部队，亲自率领攻取。因为约押说他不愿意把这个城的功劳归给自己，好，所以约押在这边做球给大卫，但是在历代志是没有讲到这件事情。好，那大卫就集中大军开往拉巴，把城攻陷。好，那后面讲的事情就一样了，说亚门人的神像叫米勒公，米勒公这就是一个亚兰，这个亚门文，那它的意思就是他们的王，或是摩洛，摩洛王，那就是用音译就叫做米勒公啊。亚门人的神像，他们的王呢头上有一个金冠冕，是34点多公斤，那45度就变35公斤，所以那个光这个金子呢，它就有这个冠冕就有35公斤，35公斤呢就是7包5公斤的米啊。我们是小包7包的米顶在头上的王冠有多重呢？好，那所以这个可见这个王呢，哇，就是在炫耀。好，那上面还有镶着宝石，那大卫把宝石取下镶在自己的王冠，然后他也夺了许多的战利品，命令那些城的居民用锯子、铁耙、斧头做工啊。所以我们读现在中文译本比较轻松，如果我们读和合本呢，好会说大卫把城里的百姓拉出来，放在锯子下面，放在铁耙下面，放在斧头的下面呢。好，意思好像就是用锯子把他们锯死，用铁耙把他们耙死，然后用斧头把他们砍死。好，然后就有人读到这边，读了和本的翻译，就是说，哦，大卫好残忍，大卫怎么样？但是现在中译本，好，它原文是这样子，放在这些工具的下面，就是用这些工具叫这些城的居民做苦工啊，然后强迫他们在砖窑服役。还有对待其他亚门城的居民都是这样，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读撒母耳记下的12章好看到的，跟我们刚才读的历代志上好是一样的，好，只是多了这个约押他退让好的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再读20章的最后一段，第4节到第8节。后来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在基色又有战争。那时户沙人西比该杀死一个巨人叫细派，非利士人就被击败了。以色列人再次跟非利士人打仗，雅尔的儿子伊勒、哈难杀了加特人歌利亚的兄弟拉哈米，这个人的长矛像织布机的轴那么粗。不久，在加特又有战事，那地方有一个巨人，他的双手双脚各有6个指头，共有24个指头。他是古时候巨人的后代。他向以色列人挑战，大卫的哥哥示米亚的儿子约拿单杀了他。以上3个人都是加特巨人的后代，他们都死在大卫和他部属的手下。那我们昨天在18章的时候也讲到，大卫先平定了西边的非利士人，好，只有18章第1节，然后夺取了加特和所属的乡镇，好，这是18章第1节。好，那我们来到了20章，好的后面4到8节，好，应该就是在讲那件事情，大卫如何跟非利士人征战。那这样子衔接的话会比较顺。所以非利士人好，他们在基色，基色我们在第14章的时候有读过，就是大卫那时候已经跟非利士人打过一次了，从基遍到基色，就是从以色列的这边到海的那边，都归顺大卫啊。好，那然后这个巨人，好，一个巨人叫做细派，好，细派，然后又有另外一个巨人，就是歌利亚加特人，
歌利亚的兄弟拉哈米。好，然后呢，这个巨人呢，好，他的长毛像织布机的轴那么粗啊。好，那跟这个撒母耳记上大卫去打败那个歌利亚，好，形容的也很像。好，所以这个歌利亚跟那个大卫那个歌利亚会不会是同一个呢？好，应该是不太可能。好，因为这里是在指大卫他已经做完希伯伦的王，好，而且他已经扫罗王都死了，他当上了王，然后现在成为以色列王。好，所以这整个事件呢，大概已经过了40-50年。大概有40-50年的时间了，40-50年的时间，好，这个歌利亚在17岁的大卫手下就已经死了，好，不可能40-50年还在这个歌利亚，所以这个按照时间轴来看，这个歌利亚应该没有错是加特人，名字也一样是歌利亚，但是我们现在中译本在这边有指出说，好，这是他的兄弟，好，然后也不是大卫杀的，是大卫雅尔的儿子伊勒哈南杀的。好，那所以这从前面我们知道大卫他不用自己出征啊，大卫都是派他的部下、派他的手下元帅约押，而且约押去打的时候呢，刚才没读到，约押快赢的时候呢，他也不自己邀功，他就叫大卫出来把这个城镇拉巴把它拿下，所以应该是指不同的事件。好，然后这个另外加特另外一个巨人，双手双脚有6个指头，总共24个指头，也是古代的巨人，向大卫挑战了。然后是由大卫的哥哥示米亚的儿子约拿单，所以这个约拿单很多个。好，那这个约拿单是大卫的侄子，也杀败了这个加特的巨人歌利亚这个非利士的巨人。所以这些都是加特巨人的后代，他们都死在大卫和大卫部属的手下。好，那到这里结束呢？其实历代志交代的就是18、19、20这3章有关大卫的战役，大概就是这样就告一段落。然后大卫接下来这个王国呢，就是比较安定。那这来不是外患，而是内忧。内忧他跳过了拔示巴的事件。内忧呢，还有明天我们会读到21章，好，大卫数点百姓的事件，好，那这些内忧呢，就是成为大卫好他人生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内忧，就是他的儿子押沙龙叛变，好，这些的事件成为大卫3个很重要的这个内忧好，而外患好都已经到今天读的就已经结束了，好，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对不起，好，我们刚才在读第4节的时候呢，从第3节到第4节，好，我们会看到说，从12章跳到了21章所以从12章跳到21章呢，好，表示这中间什么事情呢？好，这里面跳过就是押沙龙事件好，刚才要讲押沙龙，所以从12章跳到21章，好，前面跳过了拔示巴事件，现在又跳过了押沙龙事件，好，意思就是说历代志的作者他想要赶快的进入重点，好，那这些大卫的生命当中的很大的一个软弱、跌倒、失败，但是这不是历代志他想要告诉这些被掳归回的百姓，而是要他们看见的是大卫他如何在上帝面前的敬拜，他们要希望大卫看见的，希望看见是他们的先人大卫如何在上帝面前来设立这些的利未人、祭司，然后服侍，以及大卫如何勇敢的出去征战。好，大卫如何的秉公行义，我想这是这个历代志的重点。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好，那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透过今天历代志上19、20章，看见大卫他本来是要去安慰亚门人的君王，但亚门人因为自己的猜测，居然为自己也带来无妄之灾，带来战争，也造成国家的衰败。但是上帝却使用大卫他的信心和智慧，让他自己的使节被羞辱，但是也是上帝借由这个机会来扩张大卫他的境界，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谦卑，让我们能够懂得分辨是非，也让我们能够用凡事相信，凡事盼望，让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不论仇敌或是他人对我们各样子的误会，或是不明不白的事情，我们都能够温驯像鸽子，也能够灵巧像蛇，也让我们能够像学习大卫约押兄弟一般的信心，
看见约押和亚比筛他们愿意信靠上帝，勇敢面对敌人，面对困难，也帮助我们，不论我们前面有什么样的困难，前面有什么样子的阻碍，让我们都能够靠着上帝所赏赐我们的力量，勇敢去克服胜过。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恳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好，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好，谢谢牧师，晚安。谢谢牧师。谢谢。